以前港澳客戶買中山二手房咧，最驚就係流程複雜，查檔、繳稅、過戶、打證，來來回回咧跑幾趟，請假都特別麻煩。但係依家咧，中山二手房交易真係越嚟越方便㗎啦。最近中山咧就正式推進咗二手房嘅線上業務，未來過戶、登記、繳稅都會逐步實現線上一體化。簡單嚟講，好多嘅流程以後咧就唔使專程飛返嚟，外地都可以處理㗎啦。其實好多港澳客戶咧唔係話唔想買二手房，而係擔心佢嘅流程咧比較複雜，信息咧唔透明。咁依家咧中山二手房嘅市場咧反而係越嚟越透明㗎啦。例如翻我身後嘅呢一部就係不動產嘅自助查詢設備。以前咧我哋去查檔要去到行政服務中心排隊啦，依家喺簽約中心直接就可以查檔查資料，包括有冇抵押啦，有冇查封啦，產權是否清晰，即時都可以知道㗎啦。對於買二手房嚟講咧，交易安全感咧都會高返好多。刷身份證、做人面識別就可以直接打印房產資料，而且唔會額外收費。以前咧領證要專門跑大廳，依家就方便好多啦。依家中山二手房咧基本就開始做到咗查檔、網簽、繳稅、登記、打證一站式處理。對於買家嚟講，最直觀嘅就有幾個好處。可以更好嘅節省時間，流程咧會更加透明，交易更加安全。港澳客戶跨境置業咧都會越嚟越方便，而且依家咧好多港澳客戶咧都開始關注翻中山二手房，因為二手房咧可以更加直觀咁睇翻真實嘅社區、真實入住率同埋生活氛圍。部分核心嘅一個區域咧，性價比甚至比新盤更加直接。如果你最近都想了解翻中山二手房咧，無論你係香港、澳門定係外地客戶，都可以直接私信翻我。你講預算同需求，我會幫你篩選翻合適嘅房源，同時幫你講清楚整個交易流程。我係中山本地博主 Terry，我哋下期見。